老爷们儿，我又没生过孩子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爸！你说，咱们什么时候装这个小产比较合适啊？娘娘脉象稳定，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。别装了啊！你就直接跟我说，咱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孩子拿掉？啊，娘，这孩子是真有了啊！小张啊，小张，这个孩子不能有。娘，这个孩子可以有。虽然之前臣受张老夫人之托，要称娘娘怀了孩子，但臣上次给娘娘诊脉时，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。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？娘，臣和您如实说了呀，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娘娘吃安胎药呢，臣也是如实向皇上禀报的呀。娘，您确实怀孕了呀！你不能这样！娘娘怀孕了！娘，别打了，娘娘饶了我吧！我去！娘，您确实怀孕了呀！娘怀孕了！回来！娘娘怀孕了！您就是怀孕了！娘，哎呀，娘娘，这都怀上孕了，你怎么更心烦了呀？不可能，我跟齐胜根本就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啊？难道是3个月前在江府那次？啊！你不要再像个跟屁虫一样烦着我了，好不好？娘娘，您真是太大意了，怎么一直没来月事，自己都没发现呢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又没生过孩子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爸！嘿，娘娘，那定是您底子好，没有什么害喜的反应。这次在江北遭了那么大的难，都没有动了胎气，说明这孩子是上天对您的眷顾，是命中注定啊！哼，老天爷，你这是找死了玩我呀！娘娘，今天江氏没了孩子，咱们又有了孩子，这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娘娘！娘娘，您怎么下地了呀？我是怀孕，又不是瘫痪，干嘛老让我躺着？那新熬好的燕窝粥，您吃2口。让朕来吧。其实，这个孩子不能生。一开始朕也这么觉得。既然你也这么觉得，那咱们就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把这个孩子拿掉吧！啊！可当朕知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竟然很欢喜。可是，这个孩子我生不了。这又是为何？上次你不是说你爱吃酸的，无酸不欢吗？现在怎么又不能生了？我这些都是为你好啊！这孩子生了会增加张家的势力，为了不让张家的势力过大，这个孩子还是不生为好。孩子和张家之间，朕当然会选择孩子。若你如此替朕放心不下张家，朕明天就扳倒他。别闹！既然你不担心张家，你就不害怕
我这个性子把你的孩子带坏了？若你担心的是这个，那大可不必。到时候会有奶妈替你看好孩子。皇上，我不能跟你生这个孩子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想和朕共同生养一个孩子？这不是和谁生的问题，而是让我生孩子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功能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这话是大逆不道。生儿育女是你的责任，怎么能由你的意愿左右？一定要生吗？啊！你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做什么，朕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朕命你好生休养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！怎么了？我头疼。朕命御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榴莲粥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我不想吃榴莲粥，我想吃鸭脖、鸭肠、鸭心、鸭锁骨。我头疼。哎呀！鸭脖、鸭翅、鸭锁骨。猜猜我是谁？养烟。没劲，一下子就猜到了。除了你还有谁呀？那你猜猜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啊！不要再提桂花糕3个字了。叫我好人，不用谢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鸭脖子啊？我平时就喜欢在宫中飞檐走壁，要是知道我心上记挂的某个人有个小小的心愿，我就一定会送去。当然，你可以叫我夜行侠。哎，那无需赞我，哥就是这么潇洒，做好事从不留名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我是不是洗澡、睡觉你都要看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！我有职业操守的，不该看的我绝不会看。我是夜行侠，不是偷窥狂。来，咱俩一起吃。不吃。啊！哎，嫣然，我怎么觉得你老在我身边晃悠？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歪心思啊？那不能够，你是皇后，又是9个心尖上的人，我是喜欢你，但不是那种喜欢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喜欢我的模样呢，还是喜欢我的内心呢？我当然喜欢你的内心啊，我可不是那种肤浅之人。那看来你是喜欢男人。鉴定完毕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想着有朝一日我要娶媳妇了，也要娶你这样的，最好也姓张，和你长得一样最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独一无二的，我没有双胞胎兄弟。嗨，表姐妹也行。你是在让我给你介绍对象吗？姐姐，难道让我守着你嫁不出去吗？你也到年纪该娶媳妇了哈。哎，我就当1回月了啊，等我回老家，我给你撒嘛撒嘛啊。那我就等你气儿啊。哎，你下次啊，给我带那个周黑鸭的变态的。知道了，这个不够味儿。哦，知道了。辣死了，辣死了！哎呀！陛下多久没有看过妾身为您跳舞了？有时候朕在想，把你接入宫里，
究竟是对还是错？你进了宫，却变得心狠手辣、诡计多端。皇上，上次你用画像一事要陷害皇后，朕并没有深究，一是念在你一时糊涂，二是皇后嘱咐朕不要为难于你。皇上竟是因为姐姐，才不责罚臣妾的。不然呢？妾身以为皇上对我还有情，才会忍耐我的小性子。这已经不是你耍耍小性子那么简单的问题了。你居然谎称怀孕来欺骗朕！皇上夜宿皇后那里，妾身心里实在难受，才出此下策。那都是对您的一份爱、一份情才会这么做的。因为爱，你已经被私情迷了心智，做了那么多违背本心之事。你可知道，你现在这般对待自己，已不再惹人怜惜。皇上，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了吗？你究竟还要利用这个爱子做多少糊涂之事？朕一直不喜欢张氏从前的娇蛮，只觉得你比他更大度、明事理、善解人意。可真没想到，如今你们二人的性情倒像是颠倒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从今往后，你愿住在这里也可，你想去别处也罢。这幽兰殿并不是你的金丝笼，你也别想再用爱来要挟朕。皇上。这些日子，娘一直吃斋念佛，求菩萨保佑娘娘。没想到，真是灵验了。蓬儿，你总算是熬出头了。夫人，您快别哭了，看您这么一哭，玲玲也想哭。你俩能不哭了吗？这孩子真不该怀。呸！这娘娘是什么话呀？哎，怀孕这段期间，你可要抓紧了，千万别让别人钻了空子，尤其是那个江映月。新娘啊，你跟我在一起，除了这个话题，还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了？哎，我这次把你找过来吧，就是想跟你说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你不是让为娘帮你出谋划策，看住皇上吗？你怎么满脑子阶级斗争啊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咱们张家还有没有那种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的小美眉？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适合我。没文化可真可怕呀！就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车载的那种。哎呦，你叔父张玲家的姑娘张玲玲，哎，也就是那姑娘，那长相还能与你媲美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她可曾许配过婚事？还没有。这次把你找过来啊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给杨玉将军的儿子许配一门婚事。杨家跟咱们家也算是门当户对，您觉得呢？好啊，太好了，这回咱们家可算是双喜临门了。
你们几个放这儿吧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强公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是要把我赶出去？你们要易主了吧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是怕您孕期反应太大，怕您遭罪，想来兴圣宫陪您。您看，东西都拿来了。 What？ 席上要搬来兴圣宫来住？ 啊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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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坚决抵制。有什么了，娘娘？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就见您心神不宁的。我有办法让齐胜不来烦我了。娘娘，奴婢真是不明白了，皇上想对你好，你为何如此抵触呢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？可是，自古以来，夫妻睡在一起就是天经地义的呀。谁告诉你夫妻就得睡在一起？要是跟你睡在一起，我还愿意。他想都别想。那，娘娘，你想到什么办法能让皇上不再来找您呢？哎，别害怕，这个呀是我特地从马来给姐妹们运过来的榴莲。臭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还是吃自己的瓜子吧。现在的情况呢，大家私底下肯定都已经议论过了。皇上确实决定卷着他的铺盖卷来我的宫里常住，但是，所谓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我作为皇后，后宫之主，不能独享专宠，所以我便谢绝了皇上对我的恩宠。皇后娘娘，这是哪的话呀？您现在有孕在身，皇上理应多跟您待在一起。就是啊，就算是待在一块儿，又能待几日啊？你闭嘴，哪有你吃醋的份儿？就是。哎，你们这个时候跟我闹情绪，我可以理解。所以后宫日后的建设，我打算把它提上日程。我做了一个策划，还请姐妹们跟着我一起参谋参谋。娘娘，您说。这个策划案呢，叫做轮宿制。轮宿制。意思就是呢，让皇上按照表格上的次序，叫姐妹们轮番去大明宫侍寝。那岂不是让咱们雨露均沾吗？可是娘娘，臣妾实在不明白，您为何要这样做？你是不是想问皇后娘娘为什么这么好，愿意把恩宠分给你？分给我怎么啦？分给我怎么啦？我愿意。你们两个别吵了，听娘娘说。你们能不能沾得雨露，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。但是啊，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。皇上他又怎么能听我的话呢？姐妹们又有什么能力能得到皇上的圣宠呢？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云溪正在打仗，羞死了！国家很不富裕，皇上每日都在为了此事发愁。如果你们能让皇上高兴，忘记烦恼，他才能高枕无忧的叫你们去侍寝啊。可是娘娘，我们也不会打仗啊。就是啊，什么都不会。可你们能让皇上爽啊！哎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用钱买不到的，但是如果能用钱买得到，你们为什么不交出你们的 money 呢？妈，银子。哦，现在战事吃紧，缺的就是军饷。你们只有让皇上排忧解难，皇上高兴了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满足你们呢？皇后娘娘，这个玉簪略表心意，我公主还有很多金银珠宝，我马上派人去拿。皇后娘娘，臣妾马上到宫里去取。我也命人准备东西去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哎，站住！
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回来！站好了啊！站齐了，立正。我宣布，第1届后宫大会圆满结束。娘娘，奴婢实在是想不明白，您说轮宿就轮宿嘛，干嘛让娘娘们捐这些呀？皇上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发火？就是怕他发火，我才设下此计啊。奴婢又不懂了，您说皇上那样子也不缺这些金银珠宝啊？礼不在贵重，关键是皇上见了嫔妃们送来的这些金银细软，我就不信他还肯拉下脸来伤了娘娘们的一片爱国之心。我这么做，就是想让他无法拒绝，骑虎难下。来，看着点啊，当心有台阶！来，小心啊！鹏鹏，叩见皇上。来，放下，来，打开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是现在云溪战事吃紧，后宫的娘娘们知道皇上整日整夜为了此事烦忧，一共捐出了这2箱金银细软，充作军饷。东西不多，皇上一点心意。那你替朕谢谢他们吧。一句谢谢就完了？不然呢？那些妃子们想要什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皇上他们就那么一点小小的心愿，您就不能满足？如此，那你还是把这些东西退还给他们吧。这些东西啊，是还不回去了。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所以才来跟您商量一下轮宿的事儿。轮宿？皇上，我知道您是一个有节制的人，但是这后宫有名分的满打满算不过那几个人，咱们就排着来吧。一天安排一个人到大明宫去伺候皇上，再给您留几日休息的时间。咱们得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制度。是谁允许你这么做的？还不是鹏鹏体恤您，才想到这个万全之法。你这是关心朕？朕看你这是把朕给卖了吧？鹏鹏是出于一片好心呐。前些日子您差点就犯了专宠一人的禁忌，现在呢，既能亡羊补牢，又能解决军饷的燃眉之急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笑疯了。张鹏鹏，你做事要有个限度，小心收不了场。皇上要是不答应，那才叫收不了场呢。所谓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。你，皇上，臣妾觉得后宫的那些妃子们也挺不容易的，她们整日整夜的跑来我宫里闹。您说我这还怀着孕呢，我哪受得了呀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您就答应了吧。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朕就不跟你计较，此事便听你的。太好了，那我这就回去给他们报个信儿。皇上，按照皇后娘娘制定的轮宿表，今晚该是皇妃来执勤了。知道了。
娘，我给您弄来了，这就是侍寝轮宿表。宝贝儿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又让你去跟强公公使美人计啦。真是春雨贵如油啊！皇上虽说去后宫的日子少了点儿，好歹也算是去了，我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哼，今天碰到皇良园宫里的一个小宫女，竟然都不跟我行礼了，都是轮宿之害的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啊？宝贝儿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啊，去给大明宫啊送完补药去啊！顺便表达一下我对皇上支持我工作的感激之情。啊，真是搞不懂您了。你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太困了，能不能躺在这儿睡一会儿呀？不行，守夜是你的责任，怎可怠慢？皇上，这些日子臣妾几乎天天来给您守夜，臣妾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哪来的废话？能夜宿大明宫，在外人看来，还不是你莫大的福分。皇上是不是生病了？皇上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无论怎样都提不起劲儿来？皇上可曾听说这种药？臣妾听人说，这小小的盒子里装的可是被誉为男人福音的稀有药品，男人的必备良药。宫中早已传遍了这大名鼎鼎的金戈。大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皇上，作为男人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这偌大的后宫，皇上怎么会没有个疲软的时候呢？这是臣妾花了重金偷偷买来孝敬皇上的。闭嘴！不要再说了。皇上，你已经很久没去过臣妾那里了，臣妾只是想用这样好好的来服侍皇上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皇上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皇后娘娘，行了，皇妃，今天你的福气就享到这儿吧，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没问你呢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朕看是你病得不轻。我是问你是不是真的有病？张太医那儿有药，包治百病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有肚子，不方便。你没病，我有病，再见，不走。皇妃，上次你给我的那个胭脂可好用了。是什么牌子啊？啊，来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上哭哭啼啼的。臣妾恳求皇后娘娘垂怜，许我们几个姐妹出家给皇上、皇后和皇祖母诵经祈福去。这一大早上呢，集体玩出家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皇后娘娘的轮宿制是给我们几个妹妹万分周全的考虑，只是我们没有福气享受罢了。唉，该来的总是来了，看来这九妞啊，是忍不能再忍。我们姐妹几个想着，既然不能讨皇上欢心，还不如把位置让出来，好让皇上把那幽兰殿那种可心的人纳入宫中伺候啊！是啊，娘娘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哭了，坐下吧，咱们有话慢慢说。你们想说的那些事儿，
我早已经了解清楚。不过，现在你们能天天见到皇上，这不是比从前强多了吗？娘娘，能见到皇上虽是好的，但我们现在是人财两空啊！人财两空也罢了，最关键是夜不能眠，这哪叫人过的日子？情况棘手啊！靠，齐胜留下来的烂摊子，我凭什么给他收拾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好好想想。娘娘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那嫔妾们出嫁的心已决，还望娘娘成全。看来这不是真的想出家，哼，这是来威胁我的呀。那好吧，说法呀，啊，我是给不了的。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：皇上忙，啊，对大伙儿可能没有顾及到。如果你们实在想不开，非要出家，那我也不拦着。啊，绿篱，绿篱，娘娘，这怎么办？宝贝儿，去，让人到郊区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寺庙，最好是环境好的，僻静一点的，真的要去？没有什么人来往的。什么时候？现在，马上，立刻。那奴婢现在就去。哎呀，我这个绿篱啊，办事儿就是利索。我向姐妹们保证，不到半个月就让你们搬进去。妹妹刚才感到醍醐灌顶，现在想来，出家不过是一时的冲动。对，是啊是啊，其实这个想法还蛮不成熟的。望皇后娘娘容我们几个回去再考虑一下下。对啊，打扰娘娘您了，是姐妹们未能顾全大局。也好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等想好了，我们再来商量这个家到底怎么出法。那嫔妾们就先告退了。快走走，快！娘娘，皇上没跟那些娘娘们睡在一起，是因为对您一片真心呐，活该他们都变成熊猫眼儿。绿篱啊，你就相信一代帝王会变成情种吗？娘娘，咱们就不能再信皇上一次吗？宝贝儿，齐胜他不是情种啊，即便他以前情种过，那个对象也不是我，以前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娘娘您消消火，奴婢不说便是了。我这火哪那么容易消啊？他总在关键的时候给我掉链子，还让我给他擦屁股。哎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可是，我找谁呢？赵王，我与你的关系呢是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所以今天我把你找来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问你。我就说嘛，重要的事情你还得问我。你少嘚瑟啊！我就是想问你，皇上他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？比如说女人的刺激。娘娘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弟他明明是个可以坐拥3000佳丽的皇帝，为什么要过着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，不沾雨露呢？此话当真？当然了，我亲自查的房。嗨，皇上一向都是一个专情的人。不过也难怪，我们齐家的男子向来如此，洁身自好，至情至性，惯出情种。比如说坐在你对面的我。冤大头我见过，你这么冤的大头还是第一次见。娘娘，赵王今日可跟您透露了什么有用的消息没？可靠情报一点没有，反倒说了齐胜的好话。啊？他都说什么了？他说
齐胜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，我就纳了闷了。你说人家都拐跑你媳妇儿，你怎么还帮人家数钱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日子娘娘你也看到了，皇上呀，他不仅对您百依百顺，就连您送到大明宫里的那些娘娘们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我觉得呀，皇上用情专一的对象就是您呐。哎呀妈呀，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！对呀对呀，对你个头啊！女人的脑子就这么不记仇吗？人家给你叼2颗糖豆豆，你就什么都忘了？在江北的时候，齐胜差点要了老子的命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他把我当成亲爹，也动摇不了我要灭了他的决心。关灯，歇脚。这身段儿还真是不错呀，简直就是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呀。说谁呢？你是？你看我像谁啊？在皇后宫里没见过你，你可是张鹏鹏的表小姐张玲玲。那位才是我们小姐，张玲玲。从没有人曾告诉我，快乐才是真正的拥有。糟友们，你家小姐貌美如花，性情温和，像一朵芳容，可是她还没你漂亮呢。原来你们都见面了，姐姐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张玲玲。啊，你是张玲玲？正是张陵将军的长女张玲玲。你刚才只是跟公子开了个小小的玩笑。姐姐，我想死。杨言啊杨言，你也有今天啊！不想活了。这样，你等会儿啊。别让我活了，我的名誉呀！过来。怎么样？觉得我们玲玲还行吗？当然100个满意啊！那就太好了。只是不知道人家姑娘的意向如何。放心吧，你们俩的事儿包我身上。过来，坐我旁边来。娘娘，哎，叫娘娘叫远了。姐姐，你叫我鹏鹏哥。鹏鹏姐。你看着叫吧。今天把你留下呀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觉得杨言那小子怎么样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姑娘一摆这个表情啊，我最清楚了。我就说嘛，就我们杨言这种小鲜肉高富帅，肯定是抢手货。鹏鹏姐先别急，杨言这个人看起来倒是不错，但若是要谈婚论嫁，还需要等些时日慢慢观察。还要观察？那灵儿跟我说说，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啊？妹妹的要求其实并不高，只要饱读诗书，文武双全，身强力壮便好。哎呀，这姑娘的要求，杨言是一样都没占啊。姐姐说什么？我说你的要求啊，杨言全部都符合，就算他不符合，我也会尽量让他符合。你放心啊，我对男人的要求啊比你高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哎，都摆好了，马齐了啊！哎，是。到这儿。大白天你就使这招啊？习惯了。你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
我跟琳琳聊过了，聊过了，给你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。要求？哎，这是干嘛用的？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，这是书籍，那个是砖头。这砖头，不会是用来拍我的吧？我们琳琳说了，就喜欢那种身强力壮、饱读诗书的男人。你除了会耍嘴皮子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别说我没帮你啊，把这些都给我搬回去，好好练习吧。我练？那我练。让我自己用手搬回去。想不想娶媳妇儿，你自己看着办。7天之后来我宫里找我，我要对你进行抽查。娘娘，这榴莲这么臭，你怎么下得去口啊？来这个，吃一块，吃一块。看样子你是准备好了。姐姐，这里怎么充满着一股屎的味道？姐姐，让你吃屎！没文化，没文化！我吃的哪是屎？这个东西叫榴莲，这是我特意托朋友从马来西亚运过来的，高级货。赏你一口。姐姐，我才不和你们同流合污呢，我绝不吃屎。哼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桶对我来说也太小儿科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娘娘，娘娘！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女神姐姐，我这只手还空着呢，还能再扛起一人。姐姐，要不你也来试一试？行了，明天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？去一个地方？哎呀！哎！你别紧张，玲玲的母亲早逝，她的婚姻大事，作为长辈，我应该帮她把把关才行。夫人放心，我力大无穷，徒手搬砖绝不含糊，而且学富五车，有皇后娘娘权威认证的学霸8级证书呢。谁问你这些了？你说的这些，只是作为寻常男子基本的素质。母亲大人，您就别为难他了。张玲玲，你说呢？在家里我都听大伯母的。我并不是为难他，只是作为我们张家的女婿，没别的要求，只要求他是个纯爷们儿。我是纯爷们儿啊，母亲大人，他确实跟九王的关系走得密切了一点，不过我可以保证，他们两个绝对是纯洁的兄弟关系。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来人，好酒好菜伺候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主管是？
这主管是我们家玲玲专用的。哦，老四、老五、老六，你们好好陪杨公子喝酒助兴。我有这么多表哥？我们家有4个门房，以酒量排了辈分，4金哥、5金哥、6金哥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不是4个门房吗？另外一个呢？老六已经喝得神仙士足了，这老七就顺势挪了上来，也就是现在的老六。这酒我也是能喝一点的，不如我先干为敬。请。不用这个。小酌怡情，小酌怡情。这是小酌。我只能祝你身体健康啊！倒酒。不能喝就别喝了。谁说不能喝的？谁说我不能喝？我告诉你，1斤2斤我不算酒，3斤4斤涮涮口，5斤6斤有点抖，7斤8斤我不抢走，9斤10斤我还在好。哦。终于解脱了！水呀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水！救救我！杨公子，我要死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喂，杨爷，你没事吧？玲玲，你平时挺有主见的。你说你今天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灌他酒呢？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我也不知道这小子一喝起来就停不下来了呀。母亲大人，你也是的。杨言今天要是在这儿喝出个好歹来，你让我怎么跟杨将军交代啊？杨公子以后在府上跟咱家公子一样对待，一样对待，还不快道谢？这代表认了你这个人了。岳母。为何今日起得这么晚？最近实在有太多事情要我操劳了，太辛苦了，多睡了会儿。操了？朕看你整日没什么正经事儿，不是帮人相亲，就是忙着组局喝酒。你别忘了，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。
我呀，这不正给他树立一个乐于助人的好榜样吗？吃饭喝酒，是好榜样吗？放下吧。是。这些史书、兵书以及四书五经，一定要抽时间熟读。听太医说，这是对胎儿极好的早教。哎呀，我这种连人物小传都不会读的人，读什么史诗啊？你若不行，朕会从宣灵院派个太傅过来教你。皇上，我错了。真知道错了？真知道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应该好好的在宫中养胎，注意胎教。罢了，书就不用读了，退而求其次，不如你学学刺绣。啊？说不定怀的是个女儿呢。不，万一是个男孩呢？学刺绣，那岂不是让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变得娘里娘气的吗？朕的儿子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。就请皇后为朕绣个荷包吧，也好修身养性。咱们就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万一他真的是个儿子呢？啊5日后，朕来取你的荷包。我一大老爷们儿怎么会绣荷包啊？娘娘，哎，别跪了，别跪了，快来坐吧。哇，娘娘，这是什么呀？好臭啊！这个啊，是我特地托人从马来运过来的榴莲。来，这个。不用了，谢谢娘娘。那我自己吃了啊。这次把你找过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你跟杨岩的事儿就算成了。不过这婚姻大事，除了求个两情相悦以外，还关系到很多其他问题。灵儿能找到如意郎君，都是托了姐姐的福。姐姐有何事吩咐，尽管开口便是。你呢，嫁到杨家以后，要跟杨岩好好相处。你跟杨岩越好，我跟家里就更好，懂了吗？姐姐你大可放心，灵儿明白。我与杨岩的结合，便是张家和杨家的联合。灵儿又是张家的女儿，理应处处为张家排忧解难。灵儿也会与杨家上下和睦相处。更何况，杨岩又是我喜欢的男子。哎呀妈呀！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你这种又漂亮又聪明的妞啊！哎呀，我现在已经是小鹿乱撞，怦然心动了。谢娘娘夸奖。哎，灵儿啊，来，这个榴莲。不用了，谢谢娘娘。嫌小？不是，大的给你。来，谢谢娘娘，我还不给呢，我现在就给你吃。来，吃一口。哎呦，吃一口，我真不吃了。谢谢娘娘，你吃了肯定爱吃。不吃了。可惜你跟杨岩情投意合，却不能先谈个恋爱什么的。原本我和他是不该见面的，可是他竟然会飞檐走壁，硬是从我的房檐上飞下来了。我险些还以为是家里遭了贼，吓了我一跳。哎，他飞檐走壁这一点啊，我也是深受其害。以后我见着他，让他稍微注意点。哎，姐姐，千万别让他改了这一点。Why？ 啊？这一点才是他最可爱之处啊！在樱花树旁，一个身着黑色披风的男子，哪里有邪恶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这真是风一样的男子啊！
里的女子也喜欢蝙蝠侠呀。姐姐，蝙蝠侠是何物啊？哎呀，这个蝙蝠侠呀，蝙蝠侠就是蝙蝠侠。哦，灵儿啊，你跟他的事呢，还有最后一道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谢姐姐。走，第一次见他下来吓一跳吧？是啊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皇上。你看这花瓶中，哪一朵花最漂亮？哎，这朵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花束讲究的是整体美，一枝独秀的花太抢眼，反而就不好看了。你小子是在嫌我强出头啊？哼，还好啊，我是做足了功课。怎么，找朕有事？的确有事，想求皇上成全。说吧。我家堂妹啊，与杨将军的小儿子杨延两情相悦，难舍难分。你说这百年难遇的纯真感情，实在是难得，所以还请皇上赐婚，成全了他们。相信皇上最明白爱一个人的滋味吧。朕懂。不好受吧？这个无需你操心。真是不好受啊！如今这两个小朋友算是坠入了爱河。正所谓落花有情，流水有意，千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朕许了。这就许了？明日一早，朕就宣旨，君无戏言。那我先替杨延那小子跟张玲玲谢皇上了。朕只是希望，你临产前的日子，不要再东跑西跑的，待在兴圣宫，好好养胎。你这是禁足的节奏啊！人的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，要么亡一生，要么赶着去死。张庞庞，你干什么？皇上没什么，你不是要把我禁足吗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了。谁要把我放出去，我就跟谁急。皇上，我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干什么了？不会是抽风了吧？哎呀，哎。